国立台南嘉义高中第31届舞蹈班毕业成果展伫后来热烈登场，将因上好的舞蹈呈现给全学校的师生欣赏。是因为接触到这个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那其中呢有一句话，他特别提到说：“虽去舍万殊，但境造不同。”可是呢，当他呢体会到一个快乐或者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快然自得，不知老之将至哈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在舞蹈班今年主题的部分就定为静跟造。那其实它也意喻着舞蹈班的同学，境造不同。那他们呢所练习的这个舞曲，当然呢也有境造的一个不同。那这次比较特别的部分是有向音乐家致敬的芭蕾，那也有就是以江湖小说为主的一个主题世界《望江湖》。然后以及就是以对于台南到永康的永保安康，就是针对疫情的祝福为主。那这次的舞蹈的特色就是，我觉得每一支舞的风格都很不一样，当中也有包含有一些舞码，它是有结合民间舞蹈，像我们的第4首舞码就是一个朝鲜舞，也让同学有别于以往的专业舞蹈的练习，是可以练习民间性的舞蹈。这摆演出特别甲流行服饰科的师生来合作。制作舞蹈班的演出服装，增加学生未来多元发展的可能。由服饰科的曾冠金老师带领服饰科的同学，与我们这个舞蹈班的同学共同来制作其中2首舞曲的这个服装制作以及道具。表演的内容丰富佮多元，除了校园的演出。嘛将伫咧10月5号、16号以及19号前往高雄、台中以及台南文化中心来演出，到时阵欢迎大家前往欣赏。想要了解更较侪资讯，嘛会当上网站查询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